實踐住我哋寫探求真知嘅辦社理念。齊心建設生活營，不怕勞苦喜喜洋洋。兩句耳熟能詳嘅歌詞，將一幕幕壯觀動人嘅情景重現眼前。我哋團結，我哋堅毅，我哋逆難而進。學友社就係咁樣樣，化不可能為可能。心中樂勞動的成果大家上。
扎根香港，服務社會，帶領社再創高峰嘅，令到社踏入新階段嘅，更為人熟悉嘅，喺青年間建立品牌形象嘅，就係、21世紀嘅青年人，佢要擴闊視野，開拓新思維，目光唔再只係落喺香港本土上面，佢哋要走出香港，踏進廣闊嘅神州大地，認識祖國。成就一種精神，我哋跟隨佢嘅步伐茁壯成長。